生活体统，堂堂一个富家的闺秀，要哪会晓抛头露面去乡城求学啊？冤贵，小女英台自细汉就爱读书，你就成全呢？袂用的。冤贵，这也毋是歹代志啊！弟啊，舅妹若遐尼只爱读书，伊会住厝内，甲我甲小弟大家斗阵读就好啊。是啦，宝宝啊，呀，咱舅妹自细汉对因阿兄因就读袂少书啊咧，啊书经也捌真多啊，安尼还阁无够心，敢讲想要将来考一个女状元？是嘛？哎呀，安尼啊，自古讲，老子无才便是德，啊查某囡仔搁再读较济书，后摆嘛是爱嫁出门，敢讲伊就有法度去做官？就是讲咩，不如咱就较早家找一个较好的亲情来嫁出去啊。好啦好啦，你讲煞袂？要人阮讲的拢嘛是实在话啊。点点。冤贵，英台为着这件代志，我自甲强要起破病啊！你知？什么？破病？规工茶毋啉，饭毋食，瘦甲无亲像一个人。我真担心，伊若有三长两短，看要安怎？查某囡仔人出远门是偌无方便的，搁再讲，这是会互人议论的啊！我有一个办法，叫英台改扮男装，就无人认得出来。但你伫咧讲什么？查某囡仔就是查某囡仔，搁较安怎办，嘛是看会出来。敢讲？好啦，伊若有使条办到互我袂认的，我就互伊去。看咧，遮大家哦，拢是咱这附近哦乡村的富家公主呢。哎哟，你家看卖咧，大家哦拢是安尼生做哦一表的人才，而且哦阁满腹的诗词呢。哎哟，恁查某囝哦实在足有福气的啦，有遮尔啊济财主要来攀这份的亲事。哎哟，冤贵啊，夫人啊，等恁两个哦，都安尼斗斗啊敬，斗斗啊选，啊阁斗斗啊看，通好选一个乘凉快婿。万请是咧，万请是咧。哎哟，冤贵啊，夫人啊，人讲鸟鼠屎吼，一大堆嘛毋达到你一粒珍珠看有影无？哎哟，无啊，老妹无啊，啊你甲我讲即句话是
是啥物意思啊？哎呦，王梅婆啊，你毋着目睭闭较紧小看咧，你甲看，祝元月伊是当地好野人的新妇啦。啊，若小姐是千金贵体，哎呦，等你甲看，啊，娶到遮初夫淑子，粗粗鲁鲁，是要安怎样甲小姐顶对？老媒婆啊，我听你安尼咧讲，毋敢若你有带一个王孙公主来了。哎呦，牛哦，互你摇着有想，人阮带的是官家子弟。哈，官家子弟哦。若毋是官家子弟，还是要安怎样来顶对小姐？那安尼真好啦。王媒婆啊，要无你就暂时请即几位啊公主先倒转去，啊，听后盖若有机会，我才阁麻烦你啦。后摆拢无机会啊，我小妹敢若一个尔。哼，转来就转来，衰甲！行哦，大家哦，行哦，无机会啊啦啊！元月，你讲的是倒一家的公主？哎呦，元月啊，是本府太守的子弟马文才。元月，你讲的是倒一家的公主？哎呦，元月啊，是本府太守的子弟马文才。听到媒婆叫一声，我三步当做两步行，半手稳啊咧，半手稳，扣暗领，步啊赶紧缀互伊正正正，体块线嘛大步行，下雨定是入大厅。来去见迄个祝老爷，要带一个如花似玉的祝小姐，买到祝家配亲情呀，结亲情。小生马文才拜见祝元月夫人。公主免礼。谢元月。马公主，令尊是令尊是我的老爸，官牌太守。我的令尊不但是官大，而且财产阁真侪。伫个遮100里以内，一望无际田地，而且东家甲西家所有的楼仔厝，拢总是阮的。所以小生嘛，姓马名文才。文是文质彬彬的文，才嘛是博学多才的才，所以小生我是文质彬彬、博学多才，真是名副其实呀！马公主，无等，小生我讲啊袂了。祝元月，小生我不但是家世好，而且出身悬，我的姓名甲八字好甲袂讲的哦。我姓马，这只马就是马不知两重的马。马公主，我讲安尼对样对？对，马唔知影面长，唔对。无你是啥物人？不才姓吴，初名吴夫。吴夫，哪会遮拄好？吴夫去撞着马文才，真是绝配。吴马同道，文武相传呀。马
公主你唔对，我是安怎毋对？你我乃是红马牛不相及啊！对，牛甲马口无共声嘛吼。你敢是有来要来求亲的？求亲，唔知有偌济人想要来高攀这门婚事，也毋过努力无言，也不得强求啊！是，有缘才会当成对嘛，对无？人讲佛道有缘人呀。公主啊，你是要去做花伤心？啊不，唔对，我讲唔对去啊！人讲有缘的人才会成惯俗。哎，公主啊，你安尼看人一个坐吼，啊一个紧张，也安尼话安尼乌白撞乌白讲，安尼连你都唔好讲，你也讲出来。啊，咱转来，咱明日才过来啦，明日才过来。是，小心我拢讲唔对，我也是故事。你明日才来吼。冤家夫人，不再想要高攀这门亲事。冤家啊，也毋过英台心愿未了，我看。我想要早一日替英台找一个仔报教，通了却做爸母的心愿。莫非你？你看，这位娘公主生出一表人才。阿弟啊，嘿，啊，等你这个人是安怎？我若跳头袂答应婚事咧，你哪迄乌白叫咧？就是讲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嘿，像是你的大哥大嫂啊？阿弟啊，阿娘，放肆！老夫尚未因婚，你免哪会安尼称呼？弟啊，汝你是英台啊？英台你是英台。哼，乱来，太乱来了。舅妹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呢？就是，哎哟，我的小哥啊，你要哪样安尼来创伫阿爹甲阿娘咧？阿弟啊，汝离改扮男装，连阿爹你都看袂出来啊，何况阁是外人。阿弟啊，你就答应汝离，互我到乡城读书嘛。这王月啊，这是你家己亲口答应的啊。唉，好啦，爱去你就去啦。
飘行我，不思求免过的外远啊，走的风啊走的。路途困苦，我会忍受，空成文学啊，用心求啊，我行到脚底啊，拢起风拍，天气炎热又搁嘴焦，看来天色也真早，赶人啊！咱着暂时休困，踮迄个树骹。休困就休困啊！真是的，好，行行行。去甲恁年山是还阁有偌远啦？大概还阁有18里路咧。哈！哎哟，阿娘诶！看人啊，看起咱囝囡安怎行都行袂到位啊啦！看人，敢若咱两个人咧行路实在足无伴的。你看人逐个人哦，拢是3个一拄5个一有，啊足闹热咧。敢若咱两个人咧行路。实在是足无伴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死山头，安尼你也要求我是无？官人啊，你看，迄前面来两个人，是毋是也是要去年山读书的啊？问因看是毋是也是要去年山读书的？若准讲是，就因斗阵行好无？我来去。小姑，阮是对迄个乌桥镇来的，要去年山读书，你咧？啊！你即班的要去年山读书哦？毋是啦，你听唔对啊啦，我毋是讲我啦，我是讲阮官人。安尼哦？真拄好，我嘛是要去年山读书的呢。正是的啊。咱斗阵行好无？